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
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
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能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醉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醉的羔羊，为我走上十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阿爸天父，你的恩典这么大，你的疼叹长阔悬深，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阮的全心全人。我们用感谢入你的门，用懊恼入你的殿院。阮来到你的面前，着跳欢喜，因为阮恋慕你的殿，意爱到主你的圣殿，朝见你，敬拜学到你。求主即时赦免阮的辜负甲过失，我们用清洁甲正直的心神来敬拜你。愿主你感纳阮的心所摆列的，诚多芳芳的祭献互你。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好，咱来唱今仔礼拜中蔡牧师为咱选的一首歌《因他活着》吼，咱唱华语，礼拜中唱一遍吼。咱请苏琴替咱弹一遍。来，他活着，他生才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死里复活，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救的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再次啊！生才爱子，他名叫耶稣。
下爱，医治宽恕，死里复活，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救的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是因他活着。好，感谢主，伊有为咱受死过活吼，咱下面咱来练新圣诗226首，咱着感谢上主至大。226首吼，咱唱第1节甲第2节吼。咱着感谢上主至大，虽然真有这般，他给着来到伊面前，做下了无天，万主的主某一段上帝，也给世间一切，万山清气的手中，伊是万恶的恶。好好，这首歌是杨世阳牧师吼，伊伫1964年所做的吼，伊是这个北克的牧师的助手，捌翻译对25岁翻译台语的圣经到63岁吼，这是伊所做的词吼。好，安尼咱来备办心，来吟礼拜前的诗。请咱来唱圣诗第耶和华早起时，你未听我的声，来备办咱的心。耶和华早起时，你未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改念我的祈祷，望你我要领你的圣殿，照亮你极大的灵珠，我心我要伫你的圣殿敬拜你，我要伫你的圣殿敬拜你。主日礼拜开始，请听福音正声。
耶和华一嘴话亲像你，一嘴亲像你，志性通阳光，威严通学老，行出奇事。你伸手正手地就吞灭伊，你用你的慈爱带你所救赎的百姓，你用你的权能带因入去你圣的所在。三角内面平安欢喜的诗，新圣诗第616首，我踮伫主的疼痛，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伫主的疼痛，心路袂惊变迁，只管辛苦真稳当，你家永远不变。耶稣是为红颜光，我心草原袂掉。主的心必保护我，何必烦恼惊惊？主带无论倒位去，我无回头失望。大无家的我心悲，我拢无欠半。主给的回给革命，目睭永远袂浮。伊领万所行路径，我袂阮对我主。青翠草坡的头前，虽然也袂看见，本来乌云早天定，无久会变晴天。我的日望无限量，通行我命路程。我宝贝的主手中，伊袂甲我同行。请咱有缘徛地，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实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定是假死过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和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快乐，互阮伫万百事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搁定居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疼甲受苦来成做毋忘的记号。阮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罪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阮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角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制度，也有文艺、科学、
搁有追求真神的心，总是人有罪误用这个温数，破坏人万米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我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放，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请坐，阿免，请坐。三甲来交托，新圣诗启应文第25篇，诗篇第103篇。现着我来刻，请兄姐来印吼。启应文第25篇。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限期。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上主实行公义，上主有慈悲有仁爱。伊袂久长责备，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天离开地有偌悬，东离开西有偌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人呢，因的性命亲像草，风一个吹就消失。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有大权能的天使听探上帝的话。这声，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赛啊！伫伊掌权伫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这声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三甲阿头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尊贵全能的上帝，阮学了你，天地。万物是你所创造，世上万物拢属于你。你有差派使者来保护阮独行教会，互阮坚守你的教导。你也互阮管理迄个歹的引诱，要照阮的义报答阮，照阮手的清气报赏阮。伫艰难困苦当中，你试炼阮，互阮会晓倚靠你的拯救。耶和华，你是现在伫地、早伫地、将来伫地的全能上帝。哈利路亚！你是阮唯一的救赎，阮的帮赞。你的国度临在伫阮当中，阮要坚定心志来跟对你，恳求你的神引带帮赞阮。亲爱的主上帝，伫今仔日圣的主日，阮用感谢的心来朝见你。求你搁一摆用水来洗阮的脚、阮的手，
为阮做清洁的心，安尼阮规身躯就得到清气，用圣用义，无惊吓来敬拜你。求你，互阮有谦卑受教的心，会当亲身听候来领受你的话语，亲像心内送香的人，摒空家己，渴慕你的同在。主啊，你是世界的光，阮要拍开心门，互你的话语来光照阮。圣神保惠师会将一切的事指示教导阮，互阮的心内底得到满足。求主带领蔡牧师用稳定高抹伊，互伊所要讲的信息是带着上帝的心意，对阮来阐明。伫这个有疫情、经济不安、世界的王挟制阮的时，阮真正需要主你真理的道，甲你所赐的真平安来包围阮、保护阮，互阮袂跌到忧愁、单曲。主啊，12月份教会有洗礼的圣礼典，阮要为这项代志来祈祷，求上帝陪伴阮的心，邀请阮的细囝甲亲人朋友来归入上帝国。世间人拢需要主，你所赏赐的平安是世间袂当互阮的。通过洗礼来有份伫主，会当甲主交通、甲爸搁好，阮就亲像彼得一样，用信心来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因为伫你遐有永远活命的道理。主啊，阮的教会要去传福音，你感动阮推动鱼菜共生的教育农场，伫6楼阮有布置空中的花园。求主扶持推动的总务部牧生长老以及10位受训练的会友，有圣神的充满甲热心，培养出青搁水的粗色的菜色来献互主，并且推广邀请社区的人以及多行国小老师、学生，帮助因有机会进入阮的教会来接触福音的种子。求主帮助祝福圣歌队所在准备的10月30日的音乐礼拜，以及圣诞节的赞美礼拜，借着因献上美妙歌声的罪，通互主你欢喜，引带众人来敬拜服侍你。对诗歌当中敬捌主、体会主的疼甲同在，也特别求主带领你的忠心，搁有圣神大开来的牧者，以后来到阮的教会牧养正羊群，求主引带屏幕小组伫超找甲记者的顶面有智慧的执行，求主帮助阮的兄弟的身体有健康，也有抵抗力，特别是为了即马身体有病痛的兄弟祈祷，求主你赐落你的大权能医治，因为你有应允阮。耶和华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拢总的病，用好物祝你的心愿，互因早日恢复勇健来敬拜荣光主你的名。阮伫遮献上感谢甲恳求，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赐阮平安。阿免。圣歌队要用我要唱歌学乐，带领咱来学乐上帝。
下面咱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诗篇第124甲125篇，台语汉语本第677页。也即显着我要用台语汉语本来读诗篇第124篇。上行的诗，大卫所做。以色列单着讲，南是耶和华掌管，南是耶和华掌管，敌人起来攻击阮，伫因对阮发生气的时，就将阮活活吞落去。迄时，这个水的确搬过阮，河水的确淹没阮，香港的水的确淹没阮，愿耶和华受懊恼。因为伊无将阮做食物交互因捕食，阮的性命亲像鸟仔，脱离掠鸟的罗网，罗网破离，阮就脱离。阮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125篇第一节。我靠耶和华的人，亲像永远徛在袂摇拽的锡安山。正山包围耶路撒冷，耶和华也安尼包围伊的百姓，对即点甲永远。罪恶的官兵袂定定伫义人的份野，免得义人伸手做歹。耶和华，求你好款待遐个最好的。以及心正直的人，论到遐个歪错、行伊弯巧的路的人，耶和华的确互因甲做歹的人同等，愿平安归伫以色列。现在，我心偏心来存走，我心情在对你并不极限我的主。现在，我心偏心来存走。我心情在对你并不极限我的主。请咱做伙来吟这首华语的诗歌《因他活着》，坐咧吟就好哈，咱唱一遍。生产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死里复活，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救的记号。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是因他活着。好，今仔日初三乡牧师要正道的信息是自由甲自在。各位所敬听咱东兴教会中职圣歌队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先爱感谢上帝，我伫顶个月8月中来遮讲道，
等去无偌久，我9月初4确诊，隔天，咱的教会嘛有一对翁仔某确诊，伊敲电话互我，咧甲我讲，蔡牧师啊，今仔日就是阮翁仔某确诊伫厝内面吼，阮想着讲，我嘛爱甲你关心一下。迄个时伊毋知影我确诊所以一个确诊的翁仔某敲电话来关心一个确诊的牧师，我心内足感动的。全台湾无人知影，就干那伊较会知啦，过无几工有一个人姓陈，一直讲伊的名，我一直想袂出来。后来我才知影，伊是热称赞长老的竞赛啦。咱中间捌看过热称赞长老的举手一个，捌看过。放了差真一半尔，真一半。伊讲蔡牧师啊，我捌你啦。阮想要来甲你看啦，要来甲我看。奇怪，无人来讲我确诊，怎么要来看？要来看嘛袂当。我讲真实的啦，你莫来，因为我确诊我关伫房间来，我袂使落去啦。我讲安尼无阮替你祈祷就好啦好啦，真多谢啦。你来看，讲牧师确诊，过后迄个翁仔某确诊啦，你来关心，搁有一个，我最近也无看到伊讲伊会敲电话，讲要来阮兜坐啦我感谢上帝讲阮兜住伫西螺隔壁市场，对阮兜开车到上高速公路6分钟，6分钟开车到咱导兴教会40分钟，安尼意思就是讲毋免50分，我就开教会就对啦无拍算，迄一日。下晡时有人来到阮兜2.0，来咧找讲，恁住伫和平路62巷72号，这个蔡某某有伫咧无啦？伊是就咧来我查询，讲我确诊，毋知有乌白走无就对，这是真假假就对啦。讲我住伫内面啊，你免来啦，你来我嘛袂当出甲你接啦。伊讲蔡牧师啊，我已经来伫恁门口附近啦无你厝里有啥物人伫咧请伊出来一下啦。到阮无顺利有伫咧，就落去指正。我讲我实在是足歹势嘛，足感谢上帝讲我确诊的时是导兴教会的兄弟敲电话互我咧，甲我关心，佫有导兴教会的兄弟讲走来阮兜咧找我啦当然伊来安尼表示关心，我实在心内。讲今仔日来讲到爱先甲咱说多谢啦，今仔日来看了周报，我才知影讲后礼拜的重阳节到毋知影咱个教会讲70岁以上的91个，佮加6个就97个明年就超过明年咱的教会70岁以上就超过100个安尼，若超过100个，迄就是叫做老的教会安尼。老教会。我咧想讲，我5年前退休，我嘛满70岁，我就是去逐所在，通过运动咧做见证。上帝互我真侪恩典，互我真侪快乐，真侪体会。我通过运动，我每一班去运动的时候，拢一定爱炸圣经节去，炸圣经节。我今仔日听到讲咱的教会有一个人读职能训练的研究所，伊要写灵性关怀，职能训练、职能老师要写灵性关怀。我讲来，牧师先送你诗篇93篇第1赞。耶和华做王，伊用威严做衫家己穿。重点是家己穿，伊食到老的时，毋是乌白穿衫。顶几礼拜，英国的女王有威严无？相当威严。
迄个衫一定家己穿，家己选。今仔日我用这个题目，用这个圣言在特别要对这70岁以上的兄弟讲，咱爱学耶和华同款，耶和华。咱虽然毋是做王，总是咱爱学耶和华有尊严，耶和华把尊严收束咱，互咱有荣光。你爱用耶和华互你的尊严甲荣光做衫家己穿啦。家己穿啥物意思？家己穿就是生活自理啦，家己穿就是代表会用家己烫啦。啊，若搁落去迄句叫做家己洗身躯啦。啊，无你食老你就知。咱知影咱的台湾的社会也有迄落去开车去人的厝，咧甲老大人洗身躯的有无？在沐浴啊，在沐浴，你身体嘛，甲一礼拜当洗一遍尔。啊，若去咱台湾上介好的双联安养中心吼，住伫养护区吼，一礼拜甲洗3遍。啊，我想咱的生活对遮吼，啊，在咱中间的。70岁以上的，无迄落一礼拜洗3遍的啦，除非寒，拢嘛逐日洗。啊，若像我一日爱洗2遍，运动了洗1遍，下早出门的时阵佫洗1遍，迄是最少的呢。耶和华会晓家己穿，耶和华最王伊有气力家己下腰。圣经真济所在老有讲的，他用能力束腰。包括女性箴言，你描写在地的妇人人，伊嘛是用气力下腰，互伊的手骨有力。啊，若是我吼，讲上帝啊，互我有力通拔下大啦，拔下大要创啥？互我会当徛起来，互我行动自由啦。啊，这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大人的期待，最要紧的2项。就是会晓家己穿生活自理，啊，佮会晓家己拔下大，啊，家己会当徛起来，会当行动自由。啊，你若去安养中心吼，10个敢若有1个拔下大，啊，迄个拔下大有可能是照护员伊穿的。所以我顶几日去南口上课，有一个对美国回来。女性带因爸母80几岁来上课，啊，知影要上我运动的课，拢着爱穿鞋啊，啊，着搁拔下大。我现着看着伊行路袂知，啊，我现咧教迄个 Good Morning 的运动，伊着压袂落去，手摸袂着涂骹，啊，靠，我都通好穿鞋啊，搁拔下大，啊，我就问讲，啊，你鞋啊是安怎穿的啦？伊甲我讲吼。阮查某囝对美国转来甲我穿鞋啊啦，我偌欢喜咧呢！来，今仔日我要问哦，这70岁以上穿鞋啊，有家己拔下大的野手？哦，还有遮济哦！哦，放来，好，这野手的，你拢爱来做我的助手，做我的见证人。哦，我就是拢咧专门教人会晓穿衫，教人会晓拔鞋仔大的啦，安尼好无？还是放牛食草？所以我今仔日特别用这个圣经节4篇124篇到125篇2个真要紧的重点。125篇的第2节，你若有笔，把你的圣经写起来。这是1901年。6月初2，马街过往的时，伊所选的圣经节叫做墓志铭。你若去淡水高中找马街的网道，找着4篇125篇的第2节。点啊，正山安怎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要安尼围绕伊的百姓，对打到永远。各位兄弟姊妹，这个代表就是讲，你我哋无论是少年，无论是年老，你我哋是拢是上帝所拣选、上帝所听。
你敬畏上帝，上帝就带你为瑞；你想袂到的时，上帝就找天使带你为瑞。那就像我头拄啊讲到一个讲我确诊的时候，就咱德行教会的人安尼敲电话来台湾看，虽然无看到我，最少嘛有看到牧师娘，所以这叫做为瑞啦。你无论倒位去上帝拢有找伊的天使带你为瑞呢，所以信主的人偌福气。到伫第40、120天，耶和华求你好款待遐个行动，心内最好的人，心内诚实正直的人，我确信耶和华是好款待。你心内无冤巧，你心内正直。你所做的是好款待，亲像好的撒玛利亚人，好款待迄个无熟悉的人。所以今仔日我的题目叫做自由自在啦。我要用这个特别要送给咱的年长，无一定70岁以上，其实伫咱的生命内面，求上帝帮助咱，咱真正伫心灵的内面得到透放，有自由。同时，咱活得也真自在，有自信，有光彩，有荣耀，有尊严。第424篇一个描写讲，咱活伫这个世间会拄着天灾人祸。迄个天灾伫遮所描写的，就是第40、第50大水淹没我。咱正礼拜前有大地震啊，嘛有死失啊，嘛有真侪损害啊，嘛有拄着迄个人为人甲咱攻击，咱误会，咱甲咱嫉妒，人无爱你真敖，人无爱你比较敖。虽然你伫即个世间会受到人攻击，你若是落屎尾，看唔上眼人你当作这南山呢？你算什么东西？当你若感觉真宝贝的时候，你的宝贝迄是我的呢。有这种人无？有无？台湾若是迄个荒山野地，无啥物人徛起，大家无啥物出团，无啥物对世界社会有贡献台湾迄毋是阮的。台湾开始有讲的，特别是晶片、科技，真侪方面拢有讲的。台湾是阮的呢。若听有人就听有，听无人就是听无啦。咱伫这个世间会拄着人攻击所以迄个猪上惊肥，鸟上惊出头，就互人攻击，安尼对无？对啊。人嘛会让咱受气呢，嫉妒受气。人嘛会想要活活让咱吞落去呢，活活让咱吞落去呢。认为这叫做人为。所以到底今仔日我特别选第7节，咱亲像切鸟去互掠鸟的人，含落伫迄个罗网的内面，总是上帝互咱网去破去，咱得走出来。你的生命内面，捌去拄到伫你的人生的中间，有真侪罗网，四周围甲你围绕，互你真无自由。总是上帝你开一条路，互你得到透放。所以我叫做称作自由。所以我今仔日第一方面要讲，自由毋是绝对的。自由是真相对的代志。自由毋是讲我愈有钱就是愈有自由，我拳头毛愈大粒就愈有自由，我身躯愈勇健就愈有自由，我财产愈多就毋是啦，毋是安尼。自由毋是你会想要创啥物就要做啥物，不是为所欲为。自由也毋是讲你想要人欺负亲门踏户，我就管你迄领导的，我都要入去，就是要入去。自由毋是讲我比你较高，我要用小战军队，但你占领，你无听我的，我就要占领。自由毋是咧讲这啦。我今仔日的自由，就是咱头拄仔所吟迄首诗，伫上帝听的内面，
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中间，咱的罪得到赦免。伊为着咱的罪受定十字架，死搁活，迄个正罪，咱望的记号，互咱得到自由啦。这是咱信仰的根本，因为上帝听，互咱得到自由。无论你年老，无论你即阵行动无方便，也是坐伫轮椅，也是你有得到什么款的特别的镜头，你就需要化疗，需要调，你感觉你足无自由，总是你爱知，你是上帝所听的囝。所以我要对三方面来勉励咱。第一项，伫上帝拯救的内面，互你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请咱掀开哥林多后书第5章，哥林多后书第5章的17节。老人伫基督内面，伊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变成做新的。各位兄弟姊妹，自由就是伫望的中间，伫耶稣基督拯救的内面，成做新创造的人。所以，因为你的望，互你真有真啊啦，因为你有迄个望，互你真有自由。那亲像一个婴仔出世，伊咧囡仔咧大汉的中间，伊有真侪迷茫啊，伊有想要创啥物，要创啥物，创啥物。我特别要勉励咱中间的年长的兄弟，咱得不断地思考这个圣经节。我伫耶稣基督内面是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才变做新的。因为安尼，伫新创造，咱像婴仔咧成长的中间，伊不断拢有期待，不断拢有望。亲像我的学生。肌肉萎缩的学生，12岁来找我，18岁离开我，去读大学，这6年久，甲我伫淡江高中，我陪伴伊，我请学生嘛陪伴伊来做记录。这个肌肉萎缩的学生，搭要离开我，我请伊去食牛排，我来问一句话，讲伟伦，你要搁活偌久啦？老师问一个18岁的囡仔，我60岁，问一个18岁的囡仔，讲你要搁活偌久？这个囡仔忽然间对我讲，我认为圣神伫伊的内面，伊讲出真有智慧的话。牧师，我们再活30年。18岁活个30年，你48岁嘛小少年啦。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因2个阿舅拢肌肉萎缩，2个阿舅拢25岁就过身。我其实就是伊真清楚知，伊老母嘛甲伊讲，讲你2个阿舅拢25岁，你才18岁，你搁剩7年通好活尔。位啊，罗长老啊，蔡正爷啊，你若剩7年，你会安怎想啊？伊毋是咧想7年呢，伊咧想30年呢。搁想，伊咧想，搁含我把他拖落去呢。来，我问大家，我的学生甲我讲，牧师啊，我们再活30年，迄个是祝福还是咒诅？祝福还是咒诅？较大声的，祝福还是咒诅？祝福啦！咱台湾人平均年龄男女的较侪岁。84岁查甫的较77、78尔，平均较80，所以学生祝福我，加咱台湾平均年龄佫较济啊，对无？我一个叫伊写讲，伟伦，你讲这句话足要紧，我一世人要记咧。我若活无到90岁吼，就是你的祝福无完成，伊就写咧，我要跟牧师一起活。30年，无咧，伊搁加一个送呢。哦，他拄仔讲的，甲这要写的，搁加一个送呢。哦，送偌好用的呢。无若拄仔
迄一年到的是48岁到的时候，惨嘛咧！我甲上帝讲48岁，啊，就是你要调我倒去啊！和尚哦，和尚无讲偌济，哦，和尚30年，所以我就我甲上帝讲，上帝啊，我逐所在咧教老大人运动吼，以前是讲大家拢爱活到80岁，啊，这样就爱讲大家拢爱活到90岁，无咯，啥物干那90岁？要活到100岁真简单，咱教会有迄个100岁无？有啦，是看你要安怎活尔，你要安怎准备你家己尔。所以吼，我就甲上帝讲，上帝啊，我还先祝福我活90岁以上，啊无啦安尼啦，若是你用阮吼，互我活到100岁啦，好无？啊，迄个100岁是啥物岁？迄个100岁是倒伫门床8年半的迄个不健康年龄，是无？无咯，袂使。迄个活到100岁，倒伫门床8年我，那咱台湾讲啊，伫遐咧拖老命，吼，啊你无好咧吼，所以我就想着讲，卖啦，卖倒遐久啦，来当亲像英国女王安尼吼，倒一工就好啦。啊，所以到100岁吼，就是我拄倒咧，我读着圣经的时讲，哦，上帝啊，互我到100岁会晓家己穿衫，啊，到100岁会晓家己绑鞋啊带，安尼好无？这个叫自由嘛，是不是安尼？生我自理啊，我行动自由啊，自由是你讲，你搭上帝，他迄个自由是对上帝的救恩来，啊，你对头前充满愿望，所以你为遐个想法，我一直甲咱讲啊，这个愿望真要紧。来，咱中间一个人捌去过三芝的双联安养中心，伊起3栋楼啊。一栋互失智的，一栋互一般的，一栋互迄个亚健康的，个即个亚健康的顶悬阁有一个养父，就是倒伫门床，啊无法度通去处理的。这3栋，大家合作性望爱，安这吼。来，我问你大家，你若是双联教会中心起第一栋，要甲合作信心，也是合作疼心？也是要合作希望楼，你想要合作一个？啊，恁拢还未老咧，所以无时咧想想这个代志就对了。哦，来，我要问今仔日咧弹琴的老爸，因为这个老爸感觉今仔足欢喜的。无事我你讲，我这个查某囝，大家结婚还未1年。啊，嫁去台南吼，佫会想要倒转来独行教会抒琴。我无啦，我顶边看迄个圣诞迄个换洗衫咧就对了，迄阮查某囝啦。我顶啊，啊老爸有欢喜无？有吼，啊恁知影倒一个无？知吼，好，来，迄个詹爸爸你来讲，你若是双联教会，你想要来和疼心，还是信心，还是愿望？哦，疼心无？哦，就真济，真济。我要来学迄个职能的老师的爸爸，伊今仔请我来答这关怀协会的人教运动，啊上介好吼，来一半以上拢是会外的，啊，你会外中间吼，牧师教运动，迄上好。来，迄个阿科生啥物会？哈？说红是无？啊，黄啦，红是你的太太啦吼，来，反正黄长老你来讲，你想要何对一？信心嘛，哦，信。啊，我来你讲吼，我看到这圣歌队，拢平均年龄差不多50-60岁啊，嘛有70个，上少年就是乃奇啦。我来问乃奇的爸爸一个，你若是双联的长老？起第一栋的是要来号啥物名？啊，都两个讲过啊！你要下面共款还是无共款？无共款就是啥物话？嘛，答对了啦，希望楼啦。你若想讲吼，22年前双联起栋是全台湾上大栋的迄个安养中心呢。哦，大家就去小姐报名登记，伫遐排队的400-500个呢，有诶等要10年才会当入去呢。
啊，等你等到的时，你就搁食无偌久啊咧。所以吼，伊讲吼，二摆住伫这，绝对袂使讲两项，袂使讲搁食无偌久，袂使讲食老无路用。住入来遮，就爱亲像志良姊妹安尼讲的，拢逐日拢爱充满愿望，安尼好无？啊是拢无愿望啊？啊，袂使甲咱愿望迄个美国的迄个后生查某囝敲电话，袂使甲咱咧愿望这，哎，愿望这话，愿望拜四错无出去啊传运动啦。愿望我时间到吼，我去顺一楼的去关电火啦。我愿望吼，我一日会当行几步啦。我愿望行路的时吼，搁别骹别手啦，别骹啦。白雨当当，互我的脚自在，搁有力啦。安尼愿望听有无？愿望范围真宽。愿望我伫教会，上年有礼拜天，我会逐礼拜当去遐做礼拜。我愿望会当伫遐侍奉，我愿望会当参加圣歌队。列位，你活地若无愿望吼，你会足艰苦的呢。所以自由内面，就是你亲像伫耶稣基督内面新创造的人，亲像世界内面充满了愿望。你伫倒行教会，你就要有迄个愿望的自由啦，有无？你若愿望的时阵，你就会想要做代志啊啦。这是第一项。第二项，伫愿望互你有自由的时。爱有目标啦，爱有规范啦，毋是你想要创啥的。倒行教会有倒行教会的组织，倒行教会有倒行教会本身的文化，人甲人的关系，你着爱会晓去了解啦。毋是讲哦，我热心的侍奉，我要创啥就创啥，啊你在伫遮舞池舞到，毋是啦。所以咱来读一下耶稣讲的话，请咱来看。是，毋是诗篇？约翰第8章，请咱先开约翰第8章。约翰第8章的32节，恁着知影真理。所以咱咧读圣经真好，咱的兄弟同学咧读圣经，啊，咱咧阁有一个四海的读经会，啊，落咧读圣，互你捌真理啊，真理互恁得到自由啦。咱是伫真理的内面得到自由，毋是好业，毋是迄个中乐透彩的自由啦，毋是迄个对人行的自由啦，毋是啦，是伫上帝话，有迄个上帝话内面，诚侪你脚前的顶路上的光啦，路上的光就是互你有方向啦。脚前的顶就是互你安那，每一脚步拢真自在啦。咱咧知影即个诗篇啊，古早时代路毋是担仔架路啦，石头路啊，若是山路空空结结啦。啊，若是暗时举一个灯火，你着爱看你头前的脚步，遐个路是安尼，互你行得较自在啦。路上的灯是互你有一个方向。知影讲哦，我就是要往迄个所在来行，所以伫真理的内面，所以我鼓励咱大家要找时间读圣经，互你伫心内得到安稳。今仔日我要出发的时，我是读诗篇130篇，就爱好好听候耶和华的救恩，爱学习会晓听候。所以今仔日我要讲。第一个自由是愿望的自由，第二个自由就是真理的自由。互你有规律，这个规律毋是别人甲你定的啦，是伫你的生命内面你家己规律。你有生活的律，你有工作的律，你伫心灵的内面，伫信仰内面的律。啊，所以这个就真样个，所以换一句话。袂晓自律，自律就是一种的节制，会晓家己控制你家己。圣神的规矩的最后一个叫做 self control，self 就是你家己会晓控制你家己。
知影你要安怎行。所以会晓自律的人，伊就得到真正的自由。迄个为所欲为、懒散、凊彩、随便的人，伊袂当得到真正的自由。来，我要用一个例。咱知影，即个蔡牧师啊，咧教拔河，上界结出的就是咱的女的，含查甫的，无论南投，无论桃园的寿山，拢去世界摕冠军。啊，总是吼，即个景美，安尼，前后12年拢去摕冠军啦。啊，最近嘛搁去摕冠军。啊，你知影即个教练吼，伊甲我讲一项，蔡牧师啊。我要训练我的选手，真是世界一流摕金牌的。我家己爱训练我家己，所以伊认真咧走马拉松，伊认真咧游泳，认真咧骑铁马，所以参加3项铁人。啊，第44岁的时的7月16日，对玻璃哦，骑铁马要骑去到上顶悬合欢山迄个所在，迄拢上骑嘛。拢上行嘛，玻璃差不多600公尺，啊，顶悬迄就要3000公尺，骑到人子关车祸啦，车阿妈滚等3站，3节的脊椎都害去。啊，这个人，伊搁甲我讲，我去病院来讲，蔡牧师啊，你敢毋知影？我咧拄着车祸的前，拄着车祸是拜1咯，啊，前个礼拜日拜6。我去参加马拉松哦，我得到2项的纪录。来，你若有咧走马拉松，你就知影。讲伊走马拉松，你知影？马拉松差不多2分出头嘛，2点钟10分钟啦，走42公里啦。伊走2点钟48分，安尼有熬无？会当走3点钟以内，就足熬啊，对无？啊，伊讲你走这帮的时候，每5公里拢有做纪录。因遮咧走时，人拢会随来一他身上带咧啊，会当随切。讲伊5公里走偌济呢？走17分34秒。那台湾话讲夭寿紧，5公里哦，走17分啊。啊，你就知讲，伊44岁时，还搁咧努力，还搁咧突破他的纪录。啊，生活真有规律，伊用伊训练伊家己的迄个生命的历练吼，来咧训练遮个高中生啊，甲时代的拔河队啊，等考起来啊，做起来。所以，一个顶尖的运动选手，他要不要很有自律？来，我问咱大家，最近有一个足出名、足杰出的天尼斯，拍到41岁较退休的迄个什么人？惠德尔，这样杰出的人，他的生活有没有很自律？一定有，一定有。若无伊的运动的性命袂当遐尼久。啊，若我吼，我无啥会晓自律，拢阮牧师娘伫后壁头我斗注意就对啦。啊，你今仔出外吼，你毋知搁食着啥货？哦，你搁食着饼啊，牛奶啉了伤济，啊不是，逐日拢咧拿。逐日拢咧问个呢，问我的血糖偌济呢？啊，我的血糖拢降落来吼，啊，我3个月后去做糖化血色素，就降落来。啊，你听吼，我血糖较悬的时阵吼，哦，悬到8.4，啊，糖化血色素即帮尿落来7，哦，安尼欢喜，安尼我最近的血糖拢是100左右，空腹。啊，我就爱多谢阮牧师娘啦，哦。啊，毋忙，牧师娘你辛苦啦吼！哦，你拢逐日拢咧来我，互我行伫迄个安尼较细正的咯。所以娶某的好处就伫遮啦。吼，咱遮中间还未结婚的哦，你说上帝有这个律伫遮。最后一项，伫自由内面毋茫，互你有自由。迄个毋茫是伫耶稣基督听的内面。过来，迄个律就是伫耶稣基督真理的内面有规范。第3项，请咱三个来看加勒泰第5章，加勒泰第5章，哥林多后壁加勒泰第5章第13节，
加勒太第5章13节，兄弟啊，恁受调是要得到自由哦。咱受耶稣基督的拯救受调，真做呀，要得到自由。总是哦，你唔通用这个自由来当作放纵私欲的机会，就是用疼心来三服侍，来为自由，就是互你伫疼的内面，我真有自由，想讲我会当做啥物，来为。咱最近有拄着地震，咱就常常会去想到921的地震。我921的地震，想到2项代志，想到咱德行教会，即支娘毋知有闭去无？啊，因为当时控即支娘3楼即支娘的时阵，经过第3天有地震，我袂记当时的地震是毋知3级啊4级，啊，所以。大长老，你的爸爸就当时讲爱停工，啊停工了后，经过1个月，人来检查讲安尼有安全，较会使搁继续去。啊，迄对营造来讲哦，是真大的损失。这一项，搁第2个，我想到是贾伟兄弟的礼拜堂，迄间礼拜堂差咱的教会差1年去，啊，所以这边才起好，我同请咱的大长老的爸爸去遐做监工。啊，大家开始去了，拢真顺顺。啊，地基嘛挖好，嘛控好。啊，第1站嘛控好哦。控好时，有一日，这爸爸叫大照明吼，啊明照看蔡牧师啊，这个控1楼的吼，南马控的磅数，我一记得做成，敢若1500磅。建筑师设计是2500磅。啊！伊敢若用1500，安尼袂使，我袂使要安怎？叫来讲，互伊家己讲，看要安怎处理。啊，营造来讲，啊无够磅数，啊无够简单啊！啊对顶悬搁来踏一个15公分的2500磅，拢啊踏落去就对啦。不管地基涂骹白安怎，啊迄1500磅，迄就是，啊你踏落去较简单，边仔就围一个，啊搁来叫人马控来搁踏落去。啊，咱遮有咧做营造、做修建的志龙长老，安尼会用袂啦？2500去踏迄个1500，安尼会用袂？袂用啊！恁爸爸讲袂用啦，袂使去啦。这咱长老教会兄弟较会使安尼啦。伊讲照标准，你无照建筑师的规范去，总卡条，铁啊钉板，搁钉框。哦，这大代志啊咧！啊，敢不敢一个安尼坚持？伊讲若无照安尼，伊唔签啦。我说你要哪去？哦，好佳哉哦，好佳哉，有拢卡掉啦，佮钉框啦。你看迄个偌大规模，你若去教会啊，你看已经礼拜天嘛含这白大就对了。总卡掉，佮钉框啦，好佳哉，9日的是已经厝无倒落去啦。我就是安那咧想这项代志呢，啊，认为求上帝帮助咱9日的时阵，我去部里做义工的队长啦。啊，我伫遐咧指挥一阵义工，啊，有人看到我咧指挥，啊，我就互所有要来领救灾品的人，拢袂使入来内面。我内面就是人对外口安尼一车载来，我嘛毋知影对倒位来，敢若登记讲这对。中华来，这对台中来，这对台南来，啊，来啊，倒一个单位来记咧，啊，货就较紧落落去，啊，因就较紧出去。啊，我都有一阵义工伫遐咧款遐的货啦，咧做仓储啦、仓库来处理啦，啊，牛奶粉放遮，啊，矿泉水放遮，啊，卫生纸放遮，啥物放遮。啊，玻璃甲牧师甲我徛伫门口口，伫遐排队啦，举麦克风啦。讲阮遮现在内面有无磷粉啦，有卫生纸啦，有水吼，啊，恁来遮排队会当领啦。啊，阮就先讲啊，一个人吼，一口罩一个人会当几罐，啊，一个卫生纸会当领几包吼，啊，伫遐排啦。啊，我就搁举麦克风讲，啊，头拄仔你讲迄个就是牧师啦。啊，阮教会嘛家己倒落去吼，啊，我要先把这救灾品分互大家啦。我跟你讲，愈排队吼，人愈济啦。啊，对，逐所在来的救灾品讲，哦，啊，这遮尔有规拢咧排队，啊，内面吼
搬落来的物件，搁较紧，足真侪人伫遐咧款遐个货啦。无拍算，日本来一个少年人30岁，看着我咧指挥，走来甲我问，伊家己甲我讲，我是住伫靠北的元气农母啦，有元气的村元气农母啦。哦，你住伫元气？啊，元气母啦，就是1995年阪神大地震了所起的组合屋，啊，迄个叫做元气农母啊。哦，住伫组合内来合作。有元气的一个部落就对啦。啊，我是伫迄内面咧做义工，啊，我是牧师囝啦，我是牧师囝吼。啊，我就是来伫遮吼，要看讲啥物所在，阮会当对日本哦来甲咱支援，他是先锋部队啦。啊，伊就咧甲我问讲，啊，我若呼调吼，日本的遐登山队吼。啊，会当派20公斤、30公斤吼，啊入去到迄个车袂当到的所在，啊来分遐个救灾品，因为吼车会当到的，都因遮加来的。伊搁较入去遐个武界啦，啊是武侠个袂当，我就来，我要呼吁讲，有偌济登山队员，啊来台湾1礼拜，啊拢逐日拢爱行路，派20-30公斤，啊拢入去啦。啊，伊嘛要呼吁台湾人去日本读册吼，转来台湾，恁来做到翻译、联络交通、联络记者代志啦。啊，你对无？有联络台湾，啊，恁的故乡拄着灾难，你就转来啊。啊，来讲最后一项，蔡牧师，我甲你熟悉吼，啊，有啥物所在会当住啦？阮无啦，无所在。啊，若要爱一块白白地吼，食位营地上方便啦。啊，就来食位营地啦，来食位啦。阮家己早天道来，啊，阮拢做来65个人，啊，阮拢住伫天道，啊，所有要用的物件拢阮家己炸。阮既然要来遐救灾，就是咧烧钱，袂使搁麻烦灾民讲啊，你甲我准备纸，你甲我准备水，你甲我准备到袂使，所有要用的拢爱家己准备。搁也准备啥物咧？准备起步，搁准备吉他。准备羽毛球、躲避球、排球，是你是来咧录影，还是来咧耍就对啦。啊，到礼拜这个时吼，讲伫珍珠馆黄珍珠迄个比赛抗者，讲叫小朋友来，啊，讲弹起舞互因听啦，啊，讲用一手咧弹啦，讲会弹琴的，较用一支枕头啊咧弹啦，意思讲呐。我著弹主调就好啊，咧弹出啊音乐就可以疗愈咧。啊，迄个时你知影讲，规个月囡仔若要读册啊，啊，就叫来遐啊拍排球啦，啊打羽毛球啦，啊就叫遐老大人讲，恁老大人来吼，啊恁若有日本册吼，啊是若有日本批恁摕来啦，啊你就知影日本人吼，啊搁有台湾的留学生伫遐，啊就去，讲摕一张。40-50年前，日本人写互伊的批，讲来叫即个台湾的留学生，讲叫伊读互伊听啦。讲啊，你知影意思？毋知影，我来你解说一下啦。啊，我就问迄个水南教的迄个会友讲，啊，你的厝倒啊，你摕即张批来叫即个小姐头你听，你的感受啥物货？伊讲我的感受哦，那就像转来伫祖国。即代个人听无啥物叫做转来伫祖国啦，就是转来伫后头厝啦，转来伫老爸厝啦，迄种的安稳。各位兄弟姊妹，这叫做用听西甲服西。伫听内面，1995年日本的阪神大地震得到全世界几啊个国家的帮衬，正换台湾拄着921的时，因着想要来。阮会当做啥货？就有先锋部队啊来，伊就一直敲电话啊，请这个企业，我无65个人要来，一个人爱偌济飞轮机票，啊包括食偌济，拢无啊，若搁无一寡遐个救灾品，讲65个人坐3台游览车开入来，食位营地啦。啊，然后一个搬落来，拢一箱一箱，我也毋知影内面有起舞、有球啊，如果是有雅士，啥物，逐项拢有啦。另外，我看一个不知真感动，
你为遐个姊妹，咱的教会今仔日有关怀协会，你有感觉你有得到自由，还是感觉啊，加这个协会加提拔，互我遮无用啊？我互选着会长，哦，我别人拢无要做，干那我做立委。我真爱听着今仔日吼，用我讲啦，谢丽珍老师哦，我袂晓叫伊的名，我干那是讲啊，这王美玲长老的太太，啊，伊就讲啊，我叫做谢丽珍啦。我讲啊，你含啥毋带做伙？毋是甲后生新妇查某囝都是甲妈妈带做伙对无？讲96岁啦，啊，两个70外岁，你安尼陪伴96，安尼有福气无？伊就讲我真有福气，我所得到的福气，比别人较济。各位兄弟姊妹，我台湾无顺流章，我转来我去南口转我讲无顺流，我去逐所在教这会外的老大人吼，拢得到因的听咧。讲啦，炒豆干嘛包一个豆干，讲叫我早转来互无顺流食。啊，伊若毋是教会人，炒豆干讲叫我早转来。维他命 C 讲知影我确诊，我第一摆维他命 C。迄拢毋是会怪啦，啊！伫听的内面，咱互相期待；伫听的内面，咱互相服侍。求上帝帮助咱，你就真自由啦。上帝若互你活到80岁、90岁，你拢还阁真自由，会当伫听的内面人服侍，安尼对无？啊！你若无要听，干那要互人服侍吼，你会足无自由，你会变做妈祖婆一担遐。啊，食后肥肥，脚互推推，啊咧，听后人来咧服侍，啊卖啦，吼，啊咱着安那真主动去看，伊会，我会当做啥物货？啊，所以当你真自由的时，就诗篇125篇讲啦，耶和华，我靠你，我互你竞选，啊嘛，互你起做这个锡安山，锡安山是耶和华所竞选，伊你来起做耶路撒冷城。啊！你搁来围雷，求上帝帮助咱。我真盼望伫这个重阳节前，内面的咱甲我同款，开始要进入伫老大人的中间，咱活得真有自由，嘛，这个活得真自在。请咱先甲额头来祈祷。万国的上帝，愿感谢你伫你的面前，愿敬拜。虽然伫阮的人生。会拄着天灾人祸，会拄着人的攻击、蹂躏、吞食、陷害，总是你还阁保守阮，互阮的性命得到逃亡，得到自由。伫你的内面，阮充满盼望；伫信的内面，阮遵守真理；伫听的内面，阮亲像好的撒玛利亚人敲吹，阮会当做啥物？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用听三甲服侍，多向教会就安尼。来看见上帝你的荣耀、你的恩典、祝福满满伫阮的中间。阮也恳求你为着阮必班所要敲吹，搁来新的牧者，伫这个所在来做主你的工，也无用阮正阳群。上帝求你祝福，互阮伫正中节，大家真同心协力，伫信仰的顶面追求，伫听人的顶面也咧努力，伫做团契顶面，阮嘛学习安怎来服侍。愿安尼感谢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因回应的诗，新圣诗226首，咱就感谢上主至大，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就感谢上主至大。拯救这波，他给的来到伊面前，赐下了保天，万主的主基督上帝，要给世间一切，关锁清气的秋中。是万王的王，牛怀大地是创造，咱着恭敬阿乐，为的。
民众叫强天拜虔诚，因为是尊爱上帝是阮的高万岁，咱是有骨做伊行伊，受伊照顾有情。请坐，下面书宪，请罗毅执事甲秀珠执事。大家请坐，请咱分开周报第3面，本周的根据。我读一遍，大家煞只读2遍。众山包围耶路撒冷，耶和华也安尼包围伊的百姓。对这叠甲永远，诗篇125篇第2节。众山包围耶路撒冷，耶和华也安尼包围伊的百姓。对这叠甲永远，诗篇125篇2节。众山包围耶路撒冷，耶和华也安尼包围伊的百姓。对这叠甲永远，诗篇125篇第2节。周报第3面本周的聚会表以及礼拜的事项表，请咱兄弟家己详细来看。周报第4面本会消息。第一，今仔主日真感谢蔡三雄牧师
来带领咱来主领礼拜甲讲道，多谢伊的辛劳。第二，咱后主日有邀请张宗龙牧师来讲道以及主领礼拜。第三，中执会有通过110年度第2学期奖学金得奖的名单如下：硕士黄以丽、陈洁仪大学林志忠、陈宣辉赖基嘉、陈伟庆高中黄以嘉。请这个同学伫10月2号的礼拜当中出席来领奖第四，咱明年度的新的月历，教会有赠送1户1份，要加买的请到办公室登记，每一份是80块，到10月2号截止。第五，10月2号拜日是上年曙光的纪念主日，由上年团契来担任服侍。礼拜当中要举行中央敬老。今年拄好满70岁，有陈淑霞姐、赖雙耀兄、陳春霞姐、林慧珍姐、郭芳武執事、張碧珍執事，請以上的长辈爱邀請恁亲自来出席领奖。敬老的名单，请咱看周报的第6面。第6点，10月7日拜日下主日下晡3点半到5点。咱的鱼菜共生的有机农场第1期开课，伫1楼副堂举行，请已经报名的10位学生同学会友，咱来准时参加。真欢喜，咱这个鱼菜共生是中部部甲主日学嘛有几个部门咱做伙来推动希望咱这个曙光会当邀请到社区的人，甲附近学校学生来参加。第7点，11月初6拜日上午7点半，咱要有野外举行野外礼拜，咱要去到嘉义哪来教会，报名费是每一个人400块，囡仔若是无占车位的免费，请咱各关怀小组长来报名交费。若是无伫小组名单内底的新朋友，咱嘛真欢迎你来参加，请咱安琪干事来报名，到10月11日截止。下面的这个行程表，请咱家己来看。目前已经有50个人报名第8点，12月初4主日来举行下半年度的圣礼典洗礼。欢迎兄弟报名洗礼前的基要真理课程，有3摆的上课。上课的时间是上午8点半到9点，伫501的教室来上课。问答会是11月27日，请罗长老来报名。第9点，9月份中执会有议决，今年度的全教会圣诞节的主餐。由各关怀小组来自行办理，请咱小组长爱伫12月11日进前提出申请的餐费的收据，每一个人补助300块。第10点，总务部的报告。第11点，新安宫。第12点，县工的分担表这咱家己来看。第13，咱台中中会议长。有派丁新教会张宽牧师来接续来代理咱的小会议长的职务已经伫本周来完成交接。第14，咱台中中会当季的议会定10月初4伫丰原教会召开，本会有派明年度的第2长老尤志荣长老来代表出席。第15点，咱行政干事安琪。10月份有休假的时间，请咱兄弟留意。第16点，请咱家己来注意下面团契甲小组的消息。第1点，上年团契，今仔日上午11点20分伫1楼副堂聚会，
主题是全世界上香的香膏，主理是蔡梦颖老师，欢迎客友参加。第二点，青少年团契，今仔日上午11点20分伫5楼副堂有聚会，主题是马可福音，主理是乃奇，司会是宜家，欢迎客友来参加。第3点，四海读经的进度，个第4点兄弟团契嘛是有接续有查经咱人家己来看。妇女团契本周聚会暂停一摆。第6点，社青团契伫10月9日礼拜了后要举行旅游欢迎客友踊跃参加。咱的会长林炳银来报名下面关怀协会的消息，今仔日咱礼拜了后伫地下室有举办弹力带肌力训练，邀请到咱蔡牧师来甲咱带领欢迎兄弟踊跃参加备有午餐。集体关怀甲会友的代祷，咱等者为因来祈祷教界的消息，咱家己来看好，周报的第6面，而且有敬老的名单。咱要伫后主日礼拜当中来颁发这个贺礼600块若是有5丁的、老丁的，请这个关怀长老、邮政长老来反映。周报第7页有顶周的奉献报告，若是有错误的，请林主座长老来反映咱即马来为着咱教会内底这个身体有欠安，还是确诊，还是病痛的兄弟来代祷请咱做伙起立，咱来为因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的上帝，阮众兄弟姊妹，伫遮要经历你是耶和华律法全然医治的上帝，求你互阮诚做光明的人，凡事行伫上帝智慧的当中。若是阮当中有人灵性困去，伫信仰无有进步，无有对付心内迄个旧的我的人，求你互因醒过来。若是有欠缺智慧、顺服肉体、自尊、亏欠、疼心的人，求你搁一摆互因活泼起来。恳求基督光照阮，无有糊涂马虎，就明白什么是主你的旨意，并且互圣神充满。求主你的大能力医治阮当中身体有病痛、受到病毒感染的兄弟，继续医治看顾因，使互因每一天的生活拢充满圣神的所赐的平安，甲生命的望。阮为着确诊的兄弟吴秀霞、张泽夫、池正浩、赵宇轩、陈彦龙兄弟，求主来帮助因确诊了后，会当紧来恢复因的健康，除去因的病痛，无有副作用。求主帮助伫病院的林淑慧姊妹，伊的肝指数需要恢复正常。我嘛为着施存普兄，施存普兄伊的身体有欠红血球，求主你来医治。以及伫处理疗养护院当中的林通烈兄、陈玉秀姐、施林明月姐，拢求主特别看顾、怜悯医治，愿你的疼叹、稳定大大施恩互因。阮安尼祈祷恳求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免。咱做伙来因我用主的疼诚心来听你，来甲咱的兄弟姊妹来，我用主的疼诚心来听你，我用主的来领我做荣耀，我用主的
听你。再一次，我愿主的听声声来听你。我愿主的听声声来听你。我起来你有主的荣耀，我愿主的听声声来听你。好，咱来吟上言的诗。新圣诗第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因是煞请蔡牧师祝祷。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的引带，无论风雨也变静，伊拢地。做伴，咱着照亮伊的温，日日有出，好在迄感咱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你着较因带，互人稳定拢无散，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路开声言声，好天的隆重三家欢喜。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甲怜悯。圣神的感动，甲恁三个弟弟，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这请坐，就倒。